什么这样热？早穿皮袄，不穿纱样，围着火炉我吃西瓜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？羊儿为什么这样壮？像梨、葡萄、哈密瓜样，一撒的小到两擦擦。哈拉买的黑石头，库尔勒的白棉花，非装彪悍的伊犁马呀，巴音布鲁克的天鹅家，拽小伙儿的花木兰，放大嫂的阿德莱斯，抓饭烤肉免费自我唱的你知道哈拉子。新疆土，这里的人是新疆人，在外风景不这好啊，边疆处处在江南，沿线卫视2厅需要天山南北转一圈，不到长城黑好汉呀，不到新疆的这一汉。在外风景不这儿好啊，边疆处处赛江南呐，沿江卫视2厅需啊，尖山南北你转一圈啊，不到长城非好汉。